乡亲也阁有上新的电视剧合作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，上主要是咧讲找找金源的过程中，找回到自身的故事。2、1。伫公共集团董事长的带领下，导演甲演员选购新戏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正式拍片。有龙少华、吴秀珠加资深的演员，加上李冠毅、主角之一的严正兰，也伫咧开镜记者会上自弹自唱顶歌后。新戏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，场景选伫大潮亭，描述咧找金源的过程中，安怎重新找回自信。这出戏很感人，非常感人，我很喜欢。我听到导演说这个老姑婆要请吴秀芝吴姐来演的时候，我惊一个，很期待，很兴奋，能够跟她合作。筹备的工作当中呢，他们就非常的用心，把真正的台湾的文化的力与美都表现出来。充满本土味，结合大潮亭的料理，老古堡的古董老菜单，嘛是优质台语野音计划一部分。要透过戏剧带领观众体会无同的大潮亭之美。